究竟。阿门，阿门。请坐。今天的起因文在诗篇100篇，诗篇100篇。由我来诵读上半节，由会众们来诵读下半节。诗篇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公道，请大家翻到我们教会的周报来关心肢体的消息。我们来公祷，请大家双手合十，一起来祷告，为东南亚国家印度来祷告，愿基督教的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当中，让民众更能够认识到基督信仰。为此来祷告，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区教会来祷告，新竹春湖布道所张惠美传道，为他们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的长官祷告，求上帝赐给他们智慧聪明，让执政掌权者，赐给执政掌权者，赐福给台湾人民。也为台湾的儿童及青少年人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也为我们台湾水情告急及需要上帝格外的施恩来祷告。让我们来宣告我们的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会众站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今天的经课，我们请陶英兰姐妹来为我们诵读。大家平安。今天的2节经课，在旧约以西结书34章11到16节，20到24节。在教会圣经959页，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
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再来是24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因为你们用胁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以致使他们四散。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猎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上帝。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再来是到新约以弗所书1章15节到23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上是今天的经文。今天的正道经文在约翰福音第5章1到18节。约翰福音第5章1至18节，在新约的105页，由我来为大家诵读。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店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我们请蔡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证道的题目是：你要痊愈吗？诗班献诗，赞美主名。以下时间交由蔡一文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证道的主题为：你要痊愈吗？要献上感恩，这是何等欢喜的日子！我们专心的定睛在主你的身上，主您指教我们，借着主你的话来教导我们，好叫我们有颗受教的心和聆听的耳。求圣灵引领，带领今天早上的敬拜，从头到末了，主你掌王权居首位，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是11月份了啊。那从岁首到年终，上帝的眼目都
时常看顾不晓得你在年初的时候的计划完成了没有？现在已经11月了接下来就12月了愿上帝来赐福，保守带领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得着丰盛。那今天的讲题在约翰福音5章1到18节，有18节那题目你要痊愈吗？要啊，当然要但是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如果要的话今天就可以结束了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讲，所以我们一起来仔细的来看好，那第一大段到9节1到9节，这里没有人帮助我那第1节这个地方那约翰福音和前3个福音书最大的差异就是每逢重大的节期的时候，耶稣都会去耶路撒冷参加节期的活动因此我们从约翰福音才知道耶稣有好几次跟他的门徒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重要的节期很可惜在这里并没有说明是什么节期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用到在第1节里面用到一个节期一个节期那原文上面有定冠词指的是特定的一个节日，那也就是犹太人的3大节期分别是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那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些节日，但是日期逾越节它是每年的1月4号那五旬节呢是逾越节之后的7个礼拜第50天那住棚节是每年的7月15号因此不少圣经学者认为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在这个经文里面很可能就是逾越节和住棚节之间的那个五旬节五旬节大概在3月份左右啦，是一个庄稼出熟的一个节日那犹太人的传统习俗很清楚的规定，凡是居住在耶路撒冷临近大概35公里之内的35公里之内的，你知道那个距离有多远吗？其实不太远了市区过了冈山到路竹大概35公里到台南就40多公里了那他们最喜欢去的节期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可以想象的那这些节期对他们的重要是，但我们应该知道，不论这里是否指出节期，对耶稣来说身为一个犹太人，并没有忽视犹太人应该参加的宗教节期的一个聚会这是犹太人那我们教会的节期里面我们11月26号我们要来的感恩节那下个月的12月25号的圣诞节，还有明年大概3、4月份明年是4月4号的复活节这是教会的很重要的节期。其实我们也应该跟耶稣一样重视这样的节期来参与积极的来参与这是第1节。第2节里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阳门的地方，那阳门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城门的出入口那约翰福音这里作者说到有一个池子叫做毕士大毕士大那这个名字就是怜悯之家那个阳门你看到那个圣殿然后它在图里面好像是北边阳门的地方那旁边就是毕士大池，有看到这里怜悯之家，很可能是因为拒绝了许多的病患才取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名字。第3节在这毕士大池里边有5个走廊，躺了许多的病人。那这里面提到的有瞎眼的，有瘸腿的，还有血气枯干的，但可以想象的，不会就这些疾病的病患而已，只要是有病的人，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因为这跟第4节有关，那在第4节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圣经里面是小字，小字是原文里面并没有第4节。后来在圣经的编辑当中，福音书的时候就把它加上去了，那为了是要解释，等一下往后面的第7节，那这个病了长达38年的瘫痪者所说的话，让他更清楚，也同时可以说明第3节为什么那么多的病患被送到这毕士大池来的原因，为什么送到那边去，那就是为了传说当中注意一下，传说当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位天使从天上下来，搅动了池里的水，这样当水池里的水一动的时候，只要第一个抢下水去的病人，不论他患什么病症，都将会因此得着痊愈。哇，看到这个，你会想到我们台湾的有一些庙会的活动，春节的时候。电视里面报道那个抢头香，哇，拼命的去抢第一个，那个庙会活动是主要是能够带来一整年的好运，是这样子，那我们圣经里面也有这样子那我想这是上帝的怜悯，如果有是上帝的怜悯，所以我相信即使在今天。都有这样的水池一定是人潮汹涌，人潮汹涌，这是要管制才能够维持秩序因为大家都害怕身体有疾病特别是炎症、癌症这个时代里面恐怕连没有病的人也想来掺一脚所以所谓的有病治病，没病的是吧？保健康那这句话可以用来看许多非常畅销的营养食品就可以明白自古以来人对生病的痛苦生病的痛苦感受是相当深刻的也让我们无论我们人类的科技怎样的发达，特别在医疗科技进步的今天，生病而死的这个现象依旧没有办法避免。而生病所带来的恐惧，还是存在我们生活当中挥之不去。所以今天这个信息里面病的一个影响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再接下来5到9节这个地方，在第5节这里讲到，在所有的病人当中，有一个病了长达38年。这是非常长的时间，38年的病人成为这件神迹获得恩典的对象。为什么是他？很可能有人告诉耶稣这件事情，希望耶稣来帮助这个病人就像这个病人对耶稣所说的在第7节那边所说的没有人把我放在这池子里面，没有人帮助我。言下之意就是没有人帮助。那第6节这个地方，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这句话可以从2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是因为这个病人病了太久的缘故，让人一看到就是看到他躺了很久的病人连手跟脚都已经变形了。都已经变形了，要不然这个人全身躺了太久，有褥疮发臭，没有人帮助，就算没有褥疮，身体也太久了，38年肮脏，发出不好的味道，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福音书作者在写作上常提供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用隐喻的方式描述耶稣特有的神性。他知道人内心的一切，就像约翰福音5章25节，这边有讲到的，也用不着谁见证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心里所存的。耶稣怎样洞悉人内心的一个意念，因此当他看见这一个瘫痪者，就马上知道他的病情必定相当的严重。你要痊愈吗？今天的一个主题，你要痊愈吗？要啊，当然要啊。那耶稣怎么会问这样的话？哪有病人不想要得着痊愈的呢？那耶稣问这句话的用意在哪里？除非有特殊的目的，否则在世界上来，应该没有人会说生病不想要得着医治的。不过常在医院出入的人都会知道，当一个人生病很久之后，就会对痊愈的念头开始减弱，而且随着时间的转世，逐年的递减，到最后连想要得医治的盼望都失去了，甚至完全没有。古代社会里面，像这位病了那么久的人，唯有的方式就是靠乞食来过日子，乞讨啊。那这也就是他跟耶稣所说的“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这句话了。不仅是没有人帮助他下水，而且连生活的需要已经没有人理会了，他必须依靠乞食来过日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是耶稣医治好这个人之后，他要继续的依靠乞食来过日子呢，还是要更换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对一个已经有38年习惯的人来说，要改变成另外一种方式，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在当兵的时候，我的教育班长就看到我两肩不对等啊！最近师母也跟我讲，我两肩好像不对等啊！我在猜想会不会我小时候背书包左边一直用力，就变成两肩都不平等。那现在要注意，要把它导正的话，我已经60岁了实在有一点困难，很困难。因此，当耶稣说“你要痊愈吗”这句话的时候，可以知道耶稣其实在问这个人：你要改变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吗？或者在问他：你是否愿意放弃当乞丐的生活？好，第6节，可见这个病人的回答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病人并没有回答说：你要痊愈吗？我想很正常，要啊，但是他没有说要或不要。其实生命有许多的选择，不是说二分法，要与不要，要与不要。常常我们在电影、电视里面看见到那个检察官在问话，我讲你只要说是跟不是就好。有时候听了之后，我想要解释啊，但是我只能回答是跟不是。这要跟不要，要跟不要。生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描述，在要的当中有许多可爱的经历，在不要的回答当中，往往充满了许多痛苦的冲突。不是很简单的要跟不要这2个字。这个38年的瘫痪的病人，他没有马上回答，当然要得到医治。
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这一节水动的时候形成第4节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水动了，才会就说明为什么水会动。理由是怎样？是天使啊，理由是有天使下来搅动池里的水啊，搅动池里的水。其实，在古老的故事当中，都会将水看成与生命的来源有密切的关系啊。在日本的一个作家叫远藤周作，书叫《生河》这本书啊，这是在描述在印度有一个很出名的恒河啊，被印度人看作一个生命的来源，因此成千上万的人都尽其所有的力量，在临终的时候回到恒河去啊。那这本小说就是在描述一位神父，他每逢碰到贫困体衰的人，就会主动问那满身是污垢、摇晃的身体的病人是否要回到恒河。若是要，而他们看起来已经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这位神父就会设法帮助他，甚至背他回到恒河，帮助这个身体和生命都已经相当脆弱的人完全心愿。就是这本小说的一个故事。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位病人的意思，没有人帮助我，他是在控诉，没有人帮他，这句话也发人深省。病了38年，我想他的亲朋好友都跑光了，他只能乞讨为生，那水动的时候也没有人帮助他。有一本书叫艾利维瑟尔所著的一个叫《夜》这本书。他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来，帮我一下，好，《夜》这本书哈。那这本书里面描述的是第2次世界大战哈，在德国希特勒政府所设立的集中营里面啊，我想20次世界大战那个集中营是非常残酷的哈，杀死了一个最多人的一个波兰的奥斯维兹集中营。里面叙述到，为了一块面包，儿子毫不顾念父亲已经肚子饿了，就从虚弱的父亲的手中把面包抢过来吞下去吃掉，甚至为了求生存，儿子亲眼看见父亲活活被管理的士兵给打死，也不敢叫一声，因为他们怕受到连累。所以作者在书中描述的是，在集中营里面谈不上人情、友情，也没有所谓的亲情，大家努力的一件事情就是怎样求生存，求生存。还有另外一本书震撼西方社会的一本书，叫《毛泽东鲜为人知的一个故事》。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是张荣，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位拿到英国博士的中国学者。他亲身体验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她是那时候的一个浪潮的女子。她跟她的先生英国的一个乔哈维戴两个写的这本书，叙述在1960年到1970年代。1960年是我出生的年代。这10年当中，毛泽东政府文化大革命杀死了2700万以上的一个惨剧。书中描写到，儿子批斗自己的父亲、父母亲、亲人、朋友；学生批斗老师，所以真的让我们想象到，过去20次世界大战这些黑暗的时代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社会？生存为了什么？人活着的日子究竟有什么意义？这2本书提供一个基本的原则：当人的生命遇到威胁的时候，生命的尊严是什么？这38年的一个瘫痪，他没有人帮助他。最近我也看到一本书比较好了安妮的日记。安妮的日记我小时候有看过，现在又重新看一遍。13岁的小少女跟她
家人就24家人躲在荷兰的一个密室里面，最后还是被发现的，最后在集中营里面就病死。但是呢，他那本书里面，安妮这个小女生她写了一句话：尽管发生这一切，我仍然相信人性本善，从不曾绝望。这又是一个角度来看，所以看得到这些种种这样一个不好的事情这样一个这么病重的人病重的人。第8节，耶稣听完了这个病人的说明之后，紧接着就对这个病人下命令，说出这句医治疾病最有力的话语：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同样的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同样的耶稣有这样的命令式的句子马可福音2章11节这里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是耶稣看到一个瘫痪者被4个朋友连同褥子从屋顶坠下来到耶稣面前，也是这句话医好这个瘫痪者。在管会堂的雅鲁的家里面，耶稣对管会堂已经病死的女儿也用这样的“我吩咐你起来”这样的命令的话马可福音5章41节好，那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利大古米”翻出来意思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福音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只要从耶稣的口所出的命令的话语，等于是怎样一个创造生命的话，创造生命的话。他的话会使死去的人获得生命，也使瘫痪病危的得到痊愈。他的话也开启了盲人的眼睛，也使聋得到听见这里这就是路加福音7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来，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人。是瞎眼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使人复活，穷人传福音传给他们。”路加福音7章22节。所以第9节，耶稣面对这样一个瘫痪者，也给他一句相当有力的命令的话语。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到耶稣用很大的声音对他喊叫的说，因此大家都睁眼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第13节在后面有提到，因为在那时候在场的人很多人，应该是很嘈杂，所以要大声的喊叫的说，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时候，这一个长达38年无法动弹的病人，突然之间身上的病好了。最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个人立刻痊愈。这位丞相耶稣控告没有人帮助他的瘫痪者，随即在耶稣的命令下，很自然就顺着耶稣的话，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拿起他的躺卧的褥子走了。他走的那样自然，自然他好像不曾生病了一样，因为他连问一下耶稣叫什么名字也没有，也没有向耶稣说一句感谢的话，就这样子离开了毕士大水池。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到这边我看见到这个病了38年的瘫痪者，他病得着医治的，他得着了那么大的医治的恩典，
但是我们看见到他的反应里面，就走了，就听耶稣的话走了。他有没有问耶稣是谁？有没有说一次感谢的话？所以我们后面看到，不要忘记主恩啊。我们从10节到18节这边讲到，第10节，很巧的，耶稣医治好这个病达38年的病人，那天是安息日。很简单的一句话，说出了一个严肃的生命的问题：安息日的戒律。摩西的律法的规定，安息日所有的工作都必须要停下来。都必须要停下来为了是怎样？专心的敬拜上帝在民数记15章32到36节那个地方也有提到，很清楚记载一个由摩西亲自主持的审判的例子。那也问过耶和华上帝那就是一个人因为在安息日出营房捡木材被发现了，结果被判处死刑，全体以色列民众拿石头将他打死。从此以后，违反安息日都会被判处死刑的一个刑罚。其实，摩西的法令只说不可以在安息日做任何的工作，可是并没有禁止医病这个事情。在耶稣的教导当中，他认为要把人从生命的苦难当中解救出来，不论是慢性和疾病的，只要是对人的生命造成的苦难，就应该从生命的苦难中获得释放，这样的安息日才有意义。因为根据申命记5章15节这边有讲到这边讲到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在记载了守安息日的诫命，很清楚的提到，要守安息日要跟以色列从奴隶的痛苦当中被上帝拯救出来有密切的关系。既然如此，慢性病如同一个当奴隶一样，每天过得痛苦的日子，医治好的病人，就等于把人从生命痛苦的奴隶当中释放出来相同。那这个在安息日约翰禁令的所行的神迹地点发生在哪里？耶路撒冷城。那前3本福音书里面，神迹会发生在加利利那个地方。显然的，这个差别表明，耶稣所作所为的，直接要怎样挑战犹太人领袖当局对人民的教导。挑战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只有耶稣。那今天是安息日，也不是凑巧，就是选定安息日，在耶路撒冷城对当局做挑战做挑战。所以你读福音书的时候很有意思，耶稣来做的是打破一切罪恶，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他在挑战你。如果耶稣落在加利利的话，或许犹太人领袖可能在偏远地方就放过也说不定但是在耶路撒冷城发生的事情，他们不会放手不管，因为他挑战他们的权威他不可能放弃这个权威非常的困难这些祭司、文士、这些人因此，当这位病了38年被耶稣医好的，且遵从耶稣的话，拿着褥子走离开毕士大池的时候，他随即遇上了犹太人领袖，立刻严格的警告他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在11节不要小看上一节，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这样简单一句话，可能很清楚的说明了，
因为摩西的律法里面就足够将这个人处以死刑。难怪他听了之后，随即就将耶稣命令他所做的事情说出来，好像没事了一样。12、13节确实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撼的。这个人连耶稣叫什么名字都说不出来，可能当时因为太兴奋了，哇，多年来的病得着医治了，什么都忘记了，甚至可以跳起来，脱离生命的苦难了，却没有想要跟耶稣说声谢谢，连问一下耶稣是谁也没问，所以这样的情况里面就如同在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那个地方，有10个染大麻风的被医好了，却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的，那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而不是犹太人。当这个被医好的人，就如同那没有回来感谢耶稣的那9个人的其中之一。第14节，在圣经时代，犹太人有个观念：若一个人得了无法治愈的病，表示这个人得罪了上帝，或是严重的罪，才会有这样治不好的病出现。耶稣对这个人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更加的厉害。”这句话也可能在指的这个人已经忘了上帝医治的恩典。耶稣在提醒他，不可以再疏忽这件事情。但他好像还是疏忽。后面圣经没有讲到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是这里有耶稣已经提出警告了。因此我们可以明白，耶稣其实在警告这个人，不要忘记上帝给予他生命的恩典，以免后来犯更大的罪过，忘记上帝的救恩，很快的就会重复错误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民族出埃及之后，有很多的领导者教导当中一再提起要出埃及的经历的原因，就是要告诉说，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上帝拯救的恩典，忘了上帝，忘了出埃及的神迹，就忘了藐视上帝救恩一样的严重。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一直看见他不断的话一直在重复对以色列人。难道只是针对以色列人吗？也针对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否也忘了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人是会忘记、会忘恩的，会忘恩负义，会的。所以我们需要每天都能够来依靠主、亲近主，免得我们犯罪了还不自知。第15节，那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那可见这个人显然跟犹太的领袖之间有密约，他也怕死，他必须向这个领袖通报，到底谁胆敢在耶路撒冷城犯重大的禁令。当他知道耶稣后，就跑去通报了，非常害怕那些宗教领袖，因为他这样做可以暂时维护自己生命的安全，但却忘记了上帝赏赐他医治的恩典。16、17节，结果引起这些宗教领袖不满的，他们找过耶稣问这句话，耶稣的回答记载在17节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7节的经文，来，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好，耶稣让他们知道，即使是安息日，上帝并没有停止工作。原因是上帝并不被人的时间所限制，也不会因为人的规矩需要所限定。上帝拯救的工作从未停止，也没有休息过。上帝要休息吗？人才要休息。耶稣这样解释，简直让当时的犹太领袖大为惊讶，因为他们宗教领袖的解释，上帝
在安息日休息了。这就是我们那些犹太人那些宗教领袖的问题：上帝在安息日休息。但我们知道，耶稣说安息是为人的需要而设立的。在马可福音2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又对他们说：安息日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好，并不是上帝为了要休息而设立安息，不是的。最后第18节这里会引起犹太人领袖更不满的，而决意要杀害耶稣的原因，除了上述有关安息日认知之外，另外就是他听到耶稣说上帝是他的父亲。没有一个犹太人敢说上帝是他的父亲，犹太人会说上帝是他们共同的父亲，但不会是属个人的。如果是属个人的话，就会把自己的位阶拉抬到比任何以色列人都要更高的地位了。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圣子他的位阶是这样，但是犹太人不承认。想一想最后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否像这位得着医治的病人一样，在病了长达38年而得到医治之后，竟然忘记了上帝所赏赐给我们奇妙的恩典？我想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当一个病人长达38年后，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离开的时候，那种孤独感会有多严重呢？那种无助、无奈的心境，恐怕已经不是我们这些身体健康的人、活动人可以想象的。事实上，我们可能也有人有经过这些特别是照顾年长的这些长者，我想那种过程是我们过去未曾想象得到的。那这个人又是加倍的38年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耶稣看到他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他：你要痊愈吗？这句话绝对有意义，因为耶稣想要了解这个人对生命是否还存着盼望。我让你病了很久的时间，我想10年、20年都已经受不了了，照顾了10年、20年也一样受不了。38年，神迹的出现不仅是靠上帝的神能，一个人若没有信心，即使神迹出现在他身上，也感受不到、体验不出来。因为这样，这个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断的去找神迹，一再的祈求神迹的出现。而相反的，一个有信心的人，会时刻体验到上帝奇妙的恩典和作为。那也一再显现在他的生命当中，就算这个人看似非常卑微的一个动作、举止，甚至一句话，都会看到上帝的神迹在他的眼前。所以我们这里也讲一个例子，就是德蕾莎修女，她有很多的故事。有一则故事是这样的，她说有一次收到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是一个稍微有污垢的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纸，写的信，写了几行的字，其中夹杂了3张支票，每一张支票有5块钱美金总共15块美金，大概450块台币左右要450块台币
要奉献给仁爱修会的垂死之家。德雷拉修女说，她收到这个非常珍贵的礼物和奉献，原因是在信上这样写的，这信封里面信上这样写：我是一个完全不会动弹的人，他也是瘫痪的唯一能够动的只有我右手的3根指头，我用这3根指头来写信，也用这3根指头来点烟我就是靠着抽烟来消解生活的一个苦闷。而这3张支票是我连续存了3个礼拜，每个礼拜存5块钱，我忍受3个礼拜没有抽烟的痛苦而存下来的钱，希望你会喜欢。德雷拉修女说，这个是她历年来收到最多的捐献，不在数字的多寡而是在这个严重的残障的人忍耐了3个礼拜之久的痛苦禁烟所存下来的钱。接着他说，这真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一个残障的人把他最爱的一个嗜好停下来，存钱帮助我。这不是神迹是什么？看德雷莎修女的眼中，其实每天都会看到许多的神迹出现，因为类似这样的奉献的人有很多。有信心的人，生命中每件事情都会看作是上帝美好的旨意，有上帝奇妙的作为在其中。但一般人来看，区区的15块美金，大概台币450块钱，怎能当作神迹呢？这个病了38年之久的病人，连一个感谢也没有。不仅如此，连问一下耶稣是谁也没有。或许他太兴奋了，或许他激动的几乎忘记了，因此连医治他、使他生命脱离病魔摧残的耶稣的名都忘了要问一下。我想这个是实在是太过分了。其实我们也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岂不是有一些信徒在赚了钱之后，在有了权力地位之后，在病得着医治之后，竟然忘了感恩，甚至忘了耶稣的名。如果我们忘了耶稣的名，就算我们拥有许多的金钱、权力、地位，病得医治，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忘记上帝拯救恩典的一个绊脚石。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谨慎来反省11月26号就是感恩节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来感恩的。但是感恩是一整年的，凡事要谢恩凡事要谢恩，就随时可以提出感谢的话就如同下个月是圣诞节了，我们也办了很多圣诞节福音的活动，但也不只是到了圣诞节再来传福音，平常就可以传福音传福音给人。我感谢主，今年突然间我的体重突然降了10公斤这是很感谢的事情，这是我也没有想到的。一直想要能够减重，但是今年会不会是疫情的关系少吃了就得到这个恩典要感恩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当然要记得其实我们每天都要灵修祷告来亲近主，最重要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我们爱我们的主，很重要就是要来遵行他的话语我想神的话语非常的明确，让我们知道我们当然要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当然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当然要把福音给带给人，能够荣神益人。我想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来行的。愿上帝来赐福带领我们每一位龙光堂的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的信息
这么大的医治的恩典临到了这个人的身上，他竟然的反应是这个样子，让我们有去反省，我们是否哪个地方我们也忽略了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想凡事要谢恩，愿上帝来赐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带领今天早晨，借着主您的话语，借着在圣经里面的信息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凡事要谢恩，谢谢主，将我们从罪恶污泥当中救拔了出来。谢谢主，赐福带领我们每一天经历主你奇妙的恩典。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能靠着主，能够来荣神益人。赐福带领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主您亲自与我们每一位众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保守带领我们当中家庭当中有病人的，以及要照顾病人的人，主啊，求主怜悯，求主看顾。主啊，我们流的眼泪，主你都知道，你抚慰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依靠主，我们从不绝望。我们看见主你是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要跟随主你的脚中行，相信主你的恩典够用，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谢谢蔡牧师用神的话语坚固激励造就我们。我们现在来背诵我们的金句，请大家可以看周报或是投影荧幕。让我们来攻读本周的金句2遍，请。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约翰福音5章8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约翰福音5章8节。回应奉献。请我们预备心来，恭敬的以金钱来奉献，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恩。新的朋友，还有若是你还未预备，不了解这个奉献的意义呢，请安静的坐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现在我们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献上感恩。
那我们双手合十，低头来祷告。亲爱爸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的拣选我们，在我们一生过程当中，有你成为我们当中最大的臂膀、最大的依靠。小孩奉献一点金钱，求您悦纳，也求你常常让我们能够数算你的恩典，把你所给我们的爱分享给别人。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视线的同工到台前来。请会众站立，向主献成歌。请坐。在我们唱《我们成为一家人》之前，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朋友们，圣杰，林圣杰，我们欢迎你，愿神祝福你，欢迎你。还有清河，还有段丽。欢迎你，愿神祝福你。我们现在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先唱第一遍，然后我们有新来的朋友，也请大家环绕过去，大家用拱手的方式就可以给他带来祝福，欢迎他。OK， 我们先来唱第一遍《我们成为一家人》，唱完之后，我们第二遍再起来。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
家请坐。我来报告教会的消息。今日为基督为王主日，我们非常欢迎聚会的朋友们，还有线上聚会的新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教会社青的小组在11月份21、22这2天会到南投的5届宿营，请大家为社青的朋友们出入平安来代祷。教会的执事会在11月28日上午9点举行2021年的财务预算讨论会，也请为财务规划进行的顺利来代祷，也请所有的新旧执事务必拨冗参加。南教区将在11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点钟会在高雄卫礼堂举办义务传道退休会。请教会的义务传道及实习的传道要准时参加。10月份的收支表、11月份的执事会议记录已经张贴在公布栏呢，请大家前往去关心。主后呢11点半，在601教室有洗礼前的造就班，如果您有意愿在圣诞主日受洗或转入的弟兄姐妹，欢迎您来参加来上课。教会将在11月29号举办感恩节的主日见证分享，邀请兄弟姐妹们，你们能够分享2020年美好的见证，也请大家来向牧师做登记。制服艺人学院呢，12月5号要成果展及期末的会议，请大家也为整个程序的进行顺利来祷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需要师资的参与，有意愿参与的师资培训及参与教学的，请接洽宝华校长。我们非常的欢迎，也鼓励大家来参与主日学的服事。那我们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透过主日学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参与这个活动。教会诗班呢，欢迎有兴趣参与唱诗歌敬拜的弟兄姐妹来参加。由于参与的诗班的练唱者呢，随时可以欢迎加入行列。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因为知道吗？唱诗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领受到上帝对你美好的。OK， 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当你在唱的过程当中，真的你的感受，你会痛哭流涕，那感觉很不一样。然后我们有很强的诗班，我们诗班的兄弟姐妹又非常的强，非常的欢迎你们。也为教会弟兄姐妹工作的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的影响来祷告。教会呢，2020年的圣诞节目的预备及筹备同工规划，我们为这个过程呢顺利来祷告，也感谢参与圣诞节布置的所有的小组同工们。在此也提醒众人呢，在这个基督降临的日子呢，请大家预备好自己，因为你要来朝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了，请大家预备好你自己哦。礼拜4晚上呢，7点半到9点有查经的祷告会。这一周查考的是彼得前书3章17到22节，欢迎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并且为教会各项的事工来守望祷告，也为我们今年教会聚会人数能够增长到180人来祷告，求上帝加添得救的人。我们也为肢体消息来祷告，我们为郝波波、郝牧师的身体，还有彩和姐妹、英兰的妈妈。还有福音的妈妈丸子姐妹，还有周春和，还有瑞美父亲的身体，莲秀妈妈的身体，还有清凉弟兄，思峰的父亲，还有金土造血的工人秀妹的爸爸，还有淑妃摔伤了骨折的恢复，芝华脊椎之后的复原，品纯的牙齿的矫正，还有孙妈妈的身体，周雄爸爸身体的复原来祷告。这是教会的消息，不知道牧师有没有补充的？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点补充报告哈。
因为那个卫生福利部的这个通知12月1号开始要全面在8个就是地方需要戴上口罩，所以期待大家在就是当然我们不是等到那时候才戴我希望牧师可以希望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之后我们的主日崇拜，希望我们在台下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预备自己能够戴一个口罩上来，然后让大家都可以有保持也是一样保持安全的一些的措施跟距离。那一样我们进来的时候会帮大家量体温跟这样的一个洗手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虽然有点繁复还是麻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疫情还是没有解除，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按照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跟提醒来做这个安全的防护。那另外一个部分是目前我们的感恩节的这个感恩主日在下个礼拜，本来应该是今天是这个感恩节主日这个礼拜4是我们的正式的感恩节，但是礼拜天，那我们就顺延在礼拜天的时间，我们期待弟兄姐妹能够分享你在这一年当中上帝给你的恩典，让你在这一年当中你感受到上帝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帮助，让你能够在这一年当中能够纪念跟思念上帝给你的这样的恩惠。所以期待弟兄姐妹能够踊跃来为这样的事情来关心祷告，能够在众人面前讲见证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明年我们开始2021年我们要开始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年度跟阶段，所以我们教会也有新的执事要上任，还有新任的同工，所以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的新任同工跟执事同工祷告。那我们明年的教会的目标希望往一个方向走，就是教会就是家庭，家庭就是教会，所以我们期待弟兄姐妹把教会看成自己的家，把你的家庭当作教会，在那里的服事跟侍奉，还有在那里能够一起来敬拜。所以我们也期待圣诞节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教会的布置跟一些的参与这些的这个装饰。那我们每一层楼都在公布栏上，每一层楼都有每一个小组的一个安排。那期待弟兄姐妹，如果你自己有意愿愿意这样的一个奉献，或是你自己家里有这样的饰品能够来帮助教会的一些布置的话，也欢迎弟兄姐妹可以能够放到教会这边来，然后让工作的人员可以来做这些的布置，或是参与布置。也期待能够弟兄姐妹也来参与布置，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家人一家庭，我们来这边来布置这个教会，把教会当自己的家，我们的家也成为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单位。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谢谢。会众请站立，3、1颂。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亲爱的天父，愿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一年从岁首到年终数算你的恩典，也纪念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工作、家庭、生活都一切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在殿业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来代祷。为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你到前面来，牧师要为你祷告。